勒索軟件一般都係透過電郵、網站或者惡意廣告等途徑傳播。如果電腦系統被植入勒索軟件，當中嘅檔案就會被加密，令用戶冇辦法存取。受害人嘅電腦隨即亦會出現信息，要求受害人支付贖金以換取解密約。勒索軟件可以對電腦系統造成嚴重破壞，例如加密受害人嘅檔案啦，同埋盜取敏感資料，並以此勒索金錢，令受害人面臨資料外泄嘅風險。最常見嘅散播途徑係電子郵件嘅惡意附件同埋下載連結。當受害人打開呢啲附件嘅時候，勒索軟件就會自動下載並且攻擊系統。此外，連接互聯網嘅系統都會成為黑客嘅目標。佢哋會利用系統嘅保安漏洞植入勒索軟件。只要具備良好嘅網絡安全意識，例如唔隨便打開來歷不明嘅郵件同埋定期更新系統，大部分嘅勒索軟件攻擊都可以有效地被阻止嘅。預防勒索軟件攻擊，記得唔好開啟可疑嘅電郵同埋短信，唔好點擊內含嘅附件或者連結，或者喺可疑嘅網站下載任何嘅檔案。要定期備份資料，為系統同埋軟件安裝最新嘅修補程式，更新抗惡意程式碼軟件，並且定期全面掃描電腦。如果唔好彩中招嘅話，應該馬上切斷電腦嘅網絡連線，刪咗電腦嘅電源，記低感染之前曾經執行過嘅程式或者檔案，並且報警求助。謹記切勿繳付贖金，因為咁樣唔能夠保證係攞得到解鎖密碼，同時亦都係會助長咗黑客嘅犯罪行為。